澳門市民曹志賢建議優化本島街市營商環境。本人曹志賢就本島街市嘅營運狀況及活化方向提出以下建議。目前澳門9個公共街市面臨小販生意欠佳、衞生環境一般、競爭力不足等問題。雖然市政署已豁免小販租金，提供一定程度支援，但整體行業仍呈現式微跡象，有需要從本地模式與營運定位入手，推動系統性優化。事實上，街市具備活化潛力，若能因地制宜調整規劃，不單可提升經濟效益，更有望帶動周邊街道經濟。以氹仔街市為例，經整合後，不僅改善營商環境，成功引流居民與旅客，形成協同效應。本人建議市政署可考慮以下方向：一、檢視現有街市嘅空間佈局與行業組合，按區域特性制定活化方案。二、參考氹仔街市經驗，引入更具吸引力嘅業態及管理模式。三、加強街市與周邊社區嘅連結，提升公共空間嘅綜合價值。感謝大家聆聽，多謝大家。